未来交民众内面沟通协调，咱知影讲，国民党分3支较少，民众一点点啊10几趴，可是2个分加起来，就无法度去赢执政，专门咧抹黑抹红，定定讲我出卖台湾，恁爸上袂开，恁爸伫台湾住了10几年，恁敢捌看我出卖台湾？有无？我敢会出卖台湾？在场大家拢出卖台湾，因为台湾这块地是咱出身的所在，咱爱台湾爱未来，咱的子孙有前途，为着咱的子孙的未来，咱希望政党竞争，可是卖定定讲白实话，定定抹黑，对不对？咱和高技术的，我的偶像，我的最爱，我无你讲哦，我是讲今日我20几人进万条，伊来你来咧拍片，新年火车站有一块，介绍我应该9公斤，无讲对嘛？伫火车站一个豆菜面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夜黑风高的晚上，我暗时去食外省仔面，伊坐伫啊。好，我这个讲介绍民族恐怖产品的业力，小福利使用张哲伟。哦，来了。我的中央委员李宗诚招的。好。刀人他实际无爱，伊对于罗志祥吼，阮内底吼，讲这个我足伤心啦。我国民党地球有一个叫做梅花联盟，大家参加梅花联盟，大家拢民进党甲插座立委，你看民进党无判的，阮国民党一盘以上无插座立委，你看民进党有王输啊，敢打压有无？别讲伤济啦，我偶像要讲嘛吼，我伊讲咧，啊，罗志祥，讲伊的理念，理念了，我不注意，来，不注意吼，我讲白，因为钱上业代志，你来参加里面，承担心不足的哦，这卡也卖不了，我来担啦吼，还有哦，你要批评，因为罗志祥他嘛要去歌咏啦，哦，咱为讲的了，几个问题要甲问，记者要甲采访，啊，先学高技术的讲者，咱有东西。